我哋係聖母無玷聖心6年級嘅學生，我係馮雲志。我個名叫楊千柔。我係張海晴。我哋嘅主題係人工智能太空種植艙。我哋嘅作品名叫 AI 太空農園計劃。首先呢度係建築基地中心，然後就係種植嘅地方。我哋用咗機械人種植同收割。收割後會自動收集到收集箱存放。然後第二個就係排泄物自動轉化成有機肥料。小太陽燈模擬在地球軌跡，為植物提供接近在地球一樣嘅生長環境。希望你會鍾意我哋嘅計劃，多謝。